因为咧，伊做咱即件开心资料，伊为着即件代志无爱曝光，无爱人泄漏出去，所以讲咧，伊就甲即个太监用药啊，甲伊头下到。那么头下到了后咧，尾啊嘛还过惊遐，尾啊咧，准甲即个太监过掠来，哇！那么伫即个情况呢，咱即个杨典传世准问即个无有代志，就是讲，啊那迄就同时甲恁害死3条人命，即个无有代志讲毋是，是4条，是4条。为什么4条呢？因为对方伊有诶是用红太，伊男女总共4条人命。无啊，啊要安怎？4条人命毋是遐简单诶，绝对毋是遐简单诶。而且讲完了后咧，即个无用代志咧，就退掉啊！啊，无甲你交代讲，你这是爱怎样还我，或者是你应该要分离有关还我，拢无讲。走一个咱就开始烦恼啊，当然免怎模模了了，伫迄个时阵呢，真正模模了了。那么一阵早，若袂当讲啊，较定咧叫伊拜托你先来讲一个，真要安怎害，无法度。但这囡仔就遐痛苦，这个代志处理了咧，阮就探的赶紧交代掉。沿路，一段都毋是坐救护车啦，一段都是坐咱前面的车等的。沿路，都若无爽快啉警茶，若无爽快啉警茶，一路又交代着。那么交代着嘛，有阮认定，啊要安怎？啊袂晓的，咱真正袂晓。结果咧，咱迄个周小姐有甲咱交代，伊讲囡仔在哪里无爽快，你就来忏悔，你就来甲对方忏悔，啊赶紧念咱的弥勒真经来回向互伊。后仔就想讲后即种代志，那伊就好处理啊。结果咧，若看你无爽快，咱两个阿婆就该带来客厅，无坐得着。翁坐一边，某一边，囡仔坐着，伊有咧听，毋则袂坐袂牢，毋则会惊掉咧。啊，经书是翁某一人出笑袂牢咧，开始在个念弥勒真经，结果咧，当咱开始念弥勒真经的时阵咧，即个囡仔，注意。规工拢毋敢走，呾等于
对，咱即阵呢，毋通半天咱才念。上生活的错误，事实咱毋知影咱会去牺牲。那么，都去咱台中看一个囡仔，那么看一个囡仔咧，有一个讲嘛奇怪，讲真正像啊，好势好势，第四天，即个囡仔今日讲伊要去上课，伊有刚来考试，我迄后较挂袂放心伊咧。太太就，我到囡仔要考试吼，做规车载伫下，囡仔你要到学上课，阮两个阿某就伫车顶等。 因为惊去别几人发现，唔敢走。第五天，因为第四天就好势，都在五天去，来，即走咧就较放心啊吼。即摆再到伊入去上课，啊，阮两个阿某就走去朋友厝泡茶啦。离下无解啦，万本来几点无一个就到位啊，就走去朋友厝泡茶，考伫遐等。 嘛，伊有缘好势。第六天，有法就讲，无你家食，你家跳我都来去咯。因为逐工像有进步嘛吼，无你家跳我都来去咯。咱讲跳我都来去的，因为咱即个
管理去做的即个吊饰哦，有真大仙。啊，你一个19岁囡仔，那嘛应该算小济啊，对无？你互我遐直行程，我太欢喜啊！哦，后尾个全开放伫册包内底，即个册包咧超10斤啊！哦，因为读医学个册路真高，超10斤。那么呢，伊我以后都要头前，结果但是要转去，嘛是爱等查某囝转来，去人见着面咧，食个暗饭才走啊。无你去上课，你即摆走，无转来看无一个后爸，那是变怎？变态。那么，我这查某囝咧，哦，那个，